泰鲁格族年度盛事秀林乡2022德鲁古门盖巴里感恩祈福文化系列活动，于111年10月15日凌晨4点，在秀林乡同门村多功能运动场揭开序幕。秀林乡乡长王玫瑰邀请原住民族群委员吴雅文、代表会主席赖俊杰、转型正义委员德拉尤岛、县政府原民处处长陈建春、县议员田运兴、本乡各区代表、各村村长、各校校长及部落会议主席及事务组长，以及万荣乡、卓溪乡等乡镇的泰鲁格族人共襄盛举。Kaya ni pa sukar bitak sayang, gana mi mudak pahon sung kindesan ta truko. Bitak sayang ini nemisto. Yasa sempalu nami bikmita ni tabinaw dakay ta sayang. Wada kengkingal wadam kinabi uyas ta. Wadam kinabi geli ta ita truko. Kikaleleh nada. 我想每年的10月份秀林乡都不遗余力的在推广我们的文化，推广我们泰鲁格族的传承，一年一年的推广下去。实际上是有它的效果在的预祝活动顺利、圆满的、成功的进行，在活动的现场都能够学习非常的多。非常感谢我们那么多的贵宾参与我们的盛会谢谢大家。秀林乡门盖巴里泰鲁格族感恩祭文化活动筹备规划期近1年，取得各部落的集体共识下，由乡公所举办全乡联合感恩祭活动，并定于泰鲁格族岁时祭10月15日当日举行。本活动整合部落耆老、社团、机关、学校、工坊及文化工作者共同策划并协力执行。活动以传统文化内涵之展现为主轴，内容包含凌晨祭典祈福仪式、传统美食分享、传统族屋祭地之展示、传统歌谣传唱、传统乐舞竞赛、传统竞技趣味竞赛、德鲁古文化体验活动、本乡观光行销暨产业推广、好书分享暨亲子雷切 DIY 等。秀林乡公所期待透过多元层面的展现泰鲁格族的文化内涵，能够让参与文化活动的民众深刻感受一趟泰鲁格族深度文化之旅。